个花莲县政府为着要来解决掉灾区的便当之乱，是甲本来的农会来配合，先甲便当送到公福糖厂，结果由配送车再出去发。另外，大马这个庄头，市港甲国军甲民众一透早会先去登记，中昼结果按照的名单来发便当，但是记者实地观察，有真侪民众根本唔知影爱登记，所以这个人数会变动，所以便当的数量正歹掌握。16箱啊！货车后斗10个一箱一箱，拢是小小的便当。来船，好，拿上来，谢谢。一个随车。我们今天300，另外一个单位100。这便当有局客农会、妇女农会、各位政府及安乡的便当业者，大家卡手速度拢真紧，未赶伫咧中昼的时间送出去。记者对上餐车做伙来到大马村王村长引导。对啊，各30个，1箱跟昨天一样都31箱啊。来的志工，我们就会先统计人数，然后他一来，我们就先统计人数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回来这边领取便当。那临时来的，我们这边也会有登记，回来这边，请回来这边了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浪费掉。所以你们之前有先登记是不是？有先登记哈。乡会进前有先登记，便当送到位了后，中昼才过来领。直接写倒一个单位要领几个，嘛不是大家拢知影爱登记。你的志工是有来这边报到过再过去的吗？没有，他们是一行带去的吗？没有，他们直接去找。那要累加上去，他们要累加，再累加，这边要再做多少？志工人数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越来越多，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去补充了。为源头的定位到做出分发，伤济所在爱无行，发便当才无遐顺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